一个新竹县的竹北新丰这大所在有一个粪扫坑大场，19早起发生火灾，消防局随派水灵车来拍火，下晡4点左右有甲火势压落来。想袂到过灯港20透早，现场因为这个所在翕掉咧火搁倒起来，造成附近拢是烧粪扫的臭味。消防人员不断向导火所在转水，新竹县竹北新丰区域粪扫掩埋场19发生火警。 经过几点钟，总算控制现场。想不到隔工1透早，因为粪扫翕烧，现场阁传出着火，民众闻到烧粪扫的臭味，强要挡袂掉。那个烧起来那个灰尘啊，有那个灰灰的啊。掩埋场的臭味啊，到处都乱飘了哦，尤其这个灰尘啊、垃圾啊，也是乱飘啦，一大堆，造成居民受不了。环保局表示，初步了解导火原因是因为沼气，再加上天气打扫所引起。里面有很多这个有机质啊，它会产生沼气啊，尤其是在秋冬之际，天干物燥。那在好天气的时候呢，温度比较高啊，就容易引起这个自燃。所以我们装了影像监视器。 24小时监控，争取经费，把这个现在暂置的这个垃圾呢，能够做比较好的覆盖啊，让它不会再有这样的情形发生。照过去经验，新丰粪扫场火警第一时间内恐惊无法度完全拍花，提醒附近民众最近出来门窗关好势，也尽量减少出门，以免造成身体无爽快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